從沒想過，我哋第一次醫美體驗會獻喺首爾嘅天空。出發前個，我做過很多功課啊。韓國醫美診所多得上便利店，該怎麼選？最後挑了這家，因為看到很多當地女生盡速，說不緊張係假嘅。語言不通，人生地不熟，但想改變嘅心，推着我走進這扇門。有中文翻譯真的很重要。顧問仔細分析我哋臉型，建議做輪廓調整，不是盲目推薦，而係拿出磨繩，解釋骨骼和稀有結構。每部都透明的上載拍紀錄片，儀器拆封，醫生執照展示，術前再次確認呢種嚴謹，讓我哋手心不再冒汗。過程比想象中快，鏡子裏輪廓線真的柔和啦，不是變成別人企人係記嘅機智下嘅自解。最感動嘅是，醫生說美麗不是模板，是放大你獨特嘅優點。這趟旅程，與其說是變美，不如再學會如何善待自己。醫美不是魔法，而是急認真生活嘅自己。一份溫柔嘅禮物。先達總結：選擇當地人多嘅診所，務必確認有專業翻譯。術前溝通比手術更重要。合理期待，保持初心，改變是為了更自信嘅微笑。而現在的我真的很喜歡這個決定。